今日我會拆解4種唔同刀型嘅聲音。佢哋全部都係刀型嘅聲音，但係穿透感係完全唔一樣。拳型、刀型、風型都係由唔同嘅呼吸控制同聲音控制所產生出嚟嘅聲音輸出。今日我只講刀型。刀型最簡單嘅感覺，鋒利、集中同穿透力。第一種精準刀泰妍，由低音到高音，當佢想用刀型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一種好集中、好穩定、好精準嘅穿透力，呢個就係精準刀。第二種鋒利刀花沙，同樣係刀型，佢嘅切割感更直接，聲音一入耳就好似俾人劃開情緒咁，呢個就係鋒利刀。第三種穿透刀 Remy， 刀型都可以好直接， Remy 嘅刀型更加直接同埋更加向前，高音一出就已經穿透你，呢個就係穿透刀。最後輕柔刀 Mini， 刀型都可以好溫柔、鋒利、精準，但係同時保持輕盈同細膩，呢個就係輕柔刀。刀型唔係淨係得一種，唔係淨係可以代表高音，唔係淨係代表尖銳，更加唔係由頭到尾都要用刀型去唱。歌手會知道幾時去用刀型，同埋用邊一種刀型。今日就講到你呢度，如果鍾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多謝收睇。